一日講一個建築知識 Day 6黑廁。問10個香港人，9個都會同你講廁所一定要有窗，黑廁喺香港直頭係裝修嘅禁忌。但你有冇發現喺墨爾本咁多新屋入邊，明明有時有位 builder 都會專登做黑廁，係唔係偷工減料呢？喺我10年嚟幫助超過500個家庭起屋嘅經驗，我可以話你知，唔要黑廁呢個係華人僅有嘅要求。有啲激進啲，甚至不惜取消一間醫務間，甚至改制間房都唔要黑廁。今日就用2分鐘同你拆解黑廁喺澳洲嘅建築迷思，避免你出錢出力改晒個 floor plan，最後仲令到你間屋貶值。第一個係氣候，撇除風水嘅考量，香港人唔要黑廁嘅背後原因就係驚佢發毛同埋潮濕。但墨爾本嘅天氣咧係非常乾燥嘅，好似早排日頭44度，行出街唔係好似香港蒸爐咁樣，而係好似一個風筒對住你係咁吹。而夜晚凍起嚟，開咗幾晚暖氣，直頭係會乾到流鼻血，根本就冇潮濕嘅問題。所以除非因為你間屋漏水，如果唔係喺 wet areas，其實係唔會好似香港咁潮濕發毛嘅。第二，設計唔同，澳洲嘅獨立屋除咗套房，其實係乾濕分離嘅，即係廁所同浴室兩個係分開嘅。有水蒸氣嘅 shower 通常都有窗，而單純廁所咧就唔一定有窗。所以單獨一個馬桶，無論佢有冇窗，其實都係乾嘅，本身就冇潮濕嘅問題。就算廁所有窗，多數都係裝飾，習慣上都係開抽氣同食抽氣。第三，土地問題，香港嘅土地係有限，所以浴室除咗要有廁所，有得沖涼，仲要可以晾埋衫，所以空氣流通非常重要。但墨爾本其實呢3個空間都係分開嘅，而建築設計上面會優先將採光面俾客廳同埋睡房。就算而家新區嘅土地越嚟越細，好似呢幅圖咁，個廁所真係冇窗嘅，建築要求都會規定佢一定要有抽氣扇。文化唔同，其實冇話啱同錯，當然有窗有得揀就最好。但係冇窗，如果想要天然光，你可以做天窗，或者你真係好驚潮濕，澳洲其實一樣有類似浴室寶嘅強力抽氣扇。但最重要嘅係搞清楚呢隻窗係需要定係想要。如果你想知多啲墨爾本嘅建築知識，記得 follow 同埋 save 低呢條片，同埋 share 俾你一入廁所就會坐半個鐘嘅 friend。我哋聽見。